消灾补运同时完成的关键日。祝寿大典消灾解厄，万人补运祈福，一年只有这一次，真正能够消灾加补运。就在大甲妈绕境进香第4天，全台规模最大的万人祝寿祈福大典，很多人运势卡关，是还没消骚，还没清底。先消灾运才会进，先解厄福才留得住。这一天就是你翻转运势的关键时刻。万人齐聚，念力加持，能量全面放大，并由师姐亲自念读书文，逐一上呈天听。参加本次祝寿大典专案者，皆可获得平安糕兑换券。这不只是赠品，更象征平安加持福气带回家。现在就是你转运的时间点，趁还有名额，立即报名。